没事。现在几乎全东南亚，台湾是最安全的一个地方。那我有太太啦，有女儿啊，有孙女，所以他对所有的事情，只是发生在再碰到这个阿海，他又把他当年的里面摆在心里面的东西又爆发出来，但是也是很短暂，因为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，太太、女儿、孙女、同事，因为阿帕他呢，所有的人，他的同事、他的家人，没有人知道他是有这种倾向，只有观众知道。所以有一些人问我，你怎么去拿捏这个阿帕呢？那我觉得也就是在家庭里面有一点压抑，你又不能够太放，那这个压抑就是在阿帕这个人物，你也不能够太轻率，也不能够太放，而且你要在心里面有一些心里面的戏，那就是等于说你在问你的难度到底哪里，可能就在这边。上个月吧，我又回去，那这个香港电影评论协会已经颁了一个奖给我，3月5号要去拿。那至于他们，一些朋友都说蛮看好的，蛮看好的，蛮看好之下，他还是有一些话，他说真的想不到会可以演得这么传神，因为我在香港这些老朋友、老战友，他们绝对没有一个人想到我会演这部戏，所以那个眼镜是掉了满地的事。当然，我香港很多朋友嘛，希望这个疫情快点结束吧，希望大家自己要保重，因为这个没得说的，所以台湾还是鼓励啊。台湾没事，现在几乎全东南亚，台湾是最安全的一个地方。那我有一些朋友是在1月、12月多就已经进来台湾了，就没事。那没进来的，那香港好像前几天有几十万人从大陆回来，过关的时候几十万，所以他这个疫情是蛮严重的，不过快就过了，大家不要太自私的话，安分一点不要拍照可以的，很快就结束。那我们关系太保的手上几个工作目前暂停。都差不多暂停的。4、5个。这是3月后的事，3月后的事。也好啊，没事，台湾去旅游一下，台湾可以拍照。